继续来关心以海的冲突，为着要求政府停战，以色列的民众伫咧高速公路甲路扎起来咧抗议，警方动用高压的水枪来赶人，有不少示威者拢去互警方抓起来。嘛，因为加沙地区人道危机的问题真严重，美国暗算要伫咧加沙沿岸的地中海做一个用来提供救援物资临时的码头。 受伤的民众被逮伫咧阿门土地下骹，民防部队的救援人员想要甲救出来。以色列伫咧当地找到透早，再一遍对加沙地区进行空袭，其中一栋大楼被攻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9个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受伤。有一阵要求停战，甲哈马斯组织谈判连接释放的民众，进前5个月逐礼拜拢伫咧首都特拉维夫抗议。 因找到伫咧高速公路顶，甲路封起来示威，也有人倒伫咧路中，警方用喷水甲骑马赶人。因为一直有人走去咧高速公路抗议，警方用炸弹甲民众挡掉的，也有人互警方拖到路边暂时拘留。We have here, like every Saturday, we have a rally. This weekend is dedicated to the women that are still in captivity. 19 women that are still there. Even though all the agreement that we had that the women were supposed to be released, they were not released. 以色列继续攻击加沙，和加沙人道危机愈来愈欠悬。伫空投救援物资了，美国准备伫加沙沿岸的地中海去海上临时的离岸码头，甲连接到海顶的栈桥。 这份设备的必胜将军号补给舰已经出发到当地，估计会动员1000位美军，用60天来建造。完工了，一天会当提供200万份的餐点。另外，欧盟准备伫咧塞浦路斯到加沙之间建立海上援助走廊，将会先由西班牙 NGO 非政府组织主动天开双手的这个组织的救援船，天开双手后，伫当地时间初9，对塞浦路斯沿岸城市拉纳卡拖一台顶头载着200吨食物的平底船，先送去加沙救援。公司新闻，但是当编辑。